拄则咱听到是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上新的回应，伊讲毋是叫政治人物来点点，是讲政治人物话较减讲，因为讲伤济嘛无效。伊讲上界重要，即嘛就是爱做防疫工作。今日会知影郭文哲参加活动的时，无安排媒体访问，也毋过媒体也是伫咧家热，希望伊有上新的回应。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那个妇幼医院现在是不是要成为北区的应变中心啊？ 和平吧，什么叫妇幼？啊，和平。来，我要先去上工。上叶金川说到你也关心防疫。好了，上工。陈时中说你的话当玩笑听就好了。陈时中说你的话听玩笑听就好了。我请问市长，刘真拆掉叶克膜是好转了吗？要不我先走好不好？来个2句就好了。拆掉叶克膜吗？你们不要那个开幕第一天不要把我的花都踩掉了。市长为什么开发出一个汪汪的水神呢？哎呦啊！市长，现在大谈要持续照办，会不会成为防疫的破口？因为不会，现在不是没有。市长可以回应一下吗？左转。不应该要规范吗？大谈吗？楼梯要如活动？我们让我先尽完义务再来处理。市长现在不讲是因为听叶金川的话吗？哎呦，那个学长又怎么了吗？因为他要你闭嘴。闭嘴。哦，为什么？那你会闭嘴吗？所以你是听他的话吗？学长通常对我很好啊，有什么理吗？那陈时中说你的话当玩笑听就好了。那也很好啊。现在2个学长都在叫你闭嘴，或是想要理你，这样。陈时中不是我学长。还没。市长，那个北区应变中心是在。哇，你看，被踩到，谢谢。但我公开不受罚。来，上报。那为什么公开行程不受罚？不晓得，你要问一下。那你可以受访，你可以停下来受访。